心臟起搏器、血管增壓素。喺某啲危急情況下，例如心臟功能衰退或者血壓過低，可能需要使用心臟起搏器或者血管增壓素去穩定病人嘅狀況，維持血壓同埋心跳。心臟起搏器係一種小型嘅電子裝置，通常植入喺病人嘅胸腔內，用嚟幫助調節心跳。如果病人嘅心跳太慢或者唔穩定，呢個裝置係可以發出電信號，刺激心臟正常跳動，確保血液可以供應到全身。心臟起搏器係可以改善因為心跳太慢而令到心臟功能不足引起嘅症狀，例如頭暈、疲倦同埋氣促。不過植入手術亦可能有風險，例如感染、出血、或者裝置故障。病人喺決定前需要同醫生作充分嘅討論。血管增壓素。血管增壓素係一種藥物，俗稱強心針，主要係用嚟增強血壓。如果病人因為感染、心臟衰竭等導致血壓過低，血管增壓素可以幫助收縮血管，刺激心臟跳動，增加血液供應，從而維持重要器官嘅供血，例如腦部同埋腎臟。血管增壓素長期使用可能引致手腳血液循環減少、腎功能受損，甚至可能會令到病人感到不適。而且唔可以長時間使用，通常係短暫使用。如果唔用呢啲治療，病人會點樣？如果唔使用心臟起搏器或者血管增壓素，病人嘅心跳同埋血壓可能喺短時間之內會大幅下降，導致器官衰竭，甚至死亡。不過，對於末期病人，如果病情已經難以逆轉，呢啲治療未必可以改善病情，反而可能會令到病人延長痛苦。心臟起搏器同血管增壓素係常見嘅維持生命治療，但係對於末期病人，提前了解同計劃可以確保治療安排符合病人嘅意願，避免喺緊急情況下進行病人唔希望接受嘅治療。透過預設照顧計劃、預設醫療指示，病人或家人可以同醫護人員商討佢哋嘅意願，確保醫療安排最符合病人嘅價值觀，喺生命嘅最後階段保持尊嚴。趁而家自己仍然擁有自主做決定能力嘅時候，同屋企人、醫護人員溝通，並委託一位代理人喺你失去精神行為能力時候執行你嘅意願，確保你喺最後嘅日子獲得適合自己嘅照顧。如果病人而家已經失去咗自主做決定嘅能力，但同時未有預設照顧計劃或者係預設醫療指示，屋企人都可以同醫護人員商討，為病人設立預設照顧計劃嘅。